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ax。呢間位於 Irvine 高端社區 Altair 由 Toll Brothers 打造嘅豪宅，要價648萬，室內5000尺。屋主用咗大量嘅時間金錢去設計同升級呢間屋，加上超大嘅後院，背後完全冇鄰居。依家就帶大家去睇下。入門口先見到呢間書房，對住個院有自然採光，好光猛。跟住我哋見到呢個2層樓嘅挑高加埋現代嘅吊燈，一入門口就好有氣勢。旁邊呢個側院就好適合朋友一齊喺度傾偈飲茶。客廳同廚房、餐廳係現代式嘅開放設計，好開揚。去到餐廳呢邊，雙島台嘅設計唔單止睇落有氣勢，實際使用亦將功能分開，一邊可以備餐同煮食，另一邊亦都可以用嚟食早餐、放酒水同埋招待客人。呢間屋仲有一個設備完整嘅副廚房，入邊有獨立嘅爐頭、雪櫃、洗碗機同埋微波爐，即係話我哋平時煎、炒、燜、炸都可以集中喺呢度完成。主廚房就可以保持整潔啦，招待客人嗰陣時都唔會搞到成屋都係油煙味。旁邊仲有呢個超大型嘅 walk-in pantry， 平時買大量嘅乾貨、飲品或者廚房用品都有足夠嘅位置收納。跟住我哋嚟睇下呢個超大嘅後院。喺 Irvine 真係好少見，老生常談啊！喺美國買屋，間屋嘅地皮先係升值關鍵所在。我好鍾意呢個下沉式嘅戶外會客區，中間設有火爐，夜晚一家人或者朋友聚會可以圍住坐低傾偈，非常之有度假酒店嘅感覺。我哋見到呢個院除咗夠大，最好一點就係附近真係冇鄰居啊，視野好開闊，有 view 有隱私。上到2樓，除咗睡房之外，仲有個 loft 空間，呢度可以做第2個家庭廳、兒童活動區、遊戲房或者家庭影院。而家嚟到主人套房。主人房最大嘅優勢，除咗空間感之外就喺度後邊完全冇鄰居，望出去就係山坡靚景，所以隱私度會比一般社區內部嘅住宅高好多。成個主人房氛圍都比較安靜，同1樓開放式嘅公共空間形成一個幾明顯嘅對比。再講下呢間屋裝修之外睇唔到嘅地方，呢間屋有已經供完嘅太陽能，代表新業主係唔需要再接手相關嘅貸款啦或者租約嘅。同時可以幫助降低日常嘅電費啦。咁呢間屋仲有全屋嘅軟水系統，對 Irvine 呢邊嘅水質比較硬嘅情況係相當實用，可以減少水垢對水龍頭、玻璃同埋家電，包括我哋個人嘅健康嘅影響。今日嘅 Room Tour 就嚟到呢度啦，關注我，帶你睇更加多嘅加州生活。如果你對呢間屋有興趣，或者想了解買樓賣樓，可以揾我預約一個1對1嘅諮詢。